清涼夏日玩轉貴州5日遊，我哋出發貴州6歲一齊過暑假。依家分享一下精彩嘅行程。我哋西九龍直接坐高鐵到達貴州貴陽，當日係包晚餐嘅。食完晚餐之後，我哋遊覽安順古城啊！大家嚟睇睇我哋第一日入住嘅酒店。我哋美食之旅入住嘅酒店俾到大家嘅全部都係又新淨又大又靚嘅房間嘅吓，務求俾到大家住得安心，玩得開心。第二日我哋到達花崗峽谷大橋觀景台呢度打卡拍照。大橋上面係不定期放水噶，有緣分就可以睇到噶啦。依家到咗馬嶺河大峽谷，據說呢度嘅瀑布都係貴州數一數二咁靚噶。我哋坐住呢個電梯落到峽谷嘅底部，峽谷底部非常涼爽啊！沿住河邊嘅棧道一直行啊，整條河邊布滿瀑布群啊，飛步就喺頭頂飛過。夏日喺呢度徒步真係非常涼爽。到咗第3日，我哋坐住電瓶車遊覽萬峰南，睇到呢度一片片嘅山頭拔地而起，不禁想起一句詩詞啊，就係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處可成林，不愧稱之為萬峰林。到咗下晝，我哋到達楓林布依景區，呢度融合咗布依族嘅建築智慧審美啊，依山傍水，建成咗一座活生態嘅布依族建築博物館，非常絕美嘅一個景點。第4日啊，我哋到達中國良都之稱嘅烏蒙大草原啊，夏季平均嘅氣溫只有19度喎，係天然嘅避暑勝地。如果有團友係想索要詳細行程嘅，麻煩喺評論區留低貴州呢2個字，我哋將詳細嘅信息發送俾到大家。後邊仲會去到有全球彝族朝聖地之稱嘅千戶彝寨。大家都見到我哋美食之旅安排嘅景點，個個都係精華，絕無水分啊！咁靚嘅景色啊，快啲轉發視頻，叫你朋友一齊嚟報名參加啦！等住大家到嚟啊！